乡亲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，我是齐莹莹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这个社会新闻，茫茫讲咱的乡亲不是受害者。这个刑事局里头一个自称是仁波切大活佛的查甫人，伊叫做陈宝生，伊骗这信徒讲啊，伊讲要起佛堂啦，捐钱赈灾，也是讲里面加持过饮水机，讲会使治百病。伊用这个较含的话术，伫全世界伫骗人，信徒讲有万外人，骗偌济呢？骗2亿4千万，即摆互人抓起来，因为讲已经互这个泰国的司法部门起诉，而且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的通缉令，要互人移送到北检复审以后呢，以100万块交保。挂出洋穿技术服的男子叫陈宝生，被警方扣手铐，因为伊自称是仁波切大活佛，伫全世界骗1万外人。警方伫因兜甲公司拢抄出现金，总共4000多万。甲太太住伫台北市民生社区的透天豪邸，道场伫台中，伊伫全球到处诈骗，被泰国起诉，也个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对缉令。我的饮水机是没有重金属的，是可以防止癌症的，能治百病。因为他是大活佛嘛，他的灯管加持之后呢，然后大家呢就身体就会很好。都会夸大比他实际年龄大约大20岁的年龄，让信徒误信他是因为那个得道深厚，然后有神功护体，然后借此来去取信于信徒来捐献来供养他。如果是建佛堂，如果是要赈灾，信徒以为做善事，慷慨捐款，其实钱拢摕落伊的落地下来。伊甲太太被移送北检，陈宝生100万交保，夫妻限制自机，嘛限制出境甲出海。